主后2026年7月12日，沙利教会主日礼拜。首先，咱来听读圣经《阿摩司书》5章12节到15节。我知恁的罪过偌尔大，恁的罪算袂了。恁压制义人，收贿赂，伫城门口冤枉散赤人。伫即款邪恶的时势，巧人拢恬恬毋讲话，着追求好，毋通追求歹，恁才会活。安尼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会照恁所讲的，甲恁同在。着怨恨歹，以爱好，伫城门口主持公道。安尼，检采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会施恩予约瑟家村的子孙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当咱用心读先知阿摩司的信息，咱会发现句句拢亲像血泪一般的陈述、控诉甲呼吁，爱以色列人离弃一切的歹，悔改归向上主的真道，安尼才会当有重生的活命。毋过，先知的话，毋管安怎强，阁有力的回响，整个的以色列国家、社会甲人民，犹原叫袂醒这个酒鬼。因吐甲满世界，讲家己无罪，阁来几杯也无要紧。先知的话袂输到底肥火车，无啥物路用。目睭紧紧看规个民族陷入伫死亡的边缘。阿摩司书第5章到第6章，主要伫讲的就是安尼的情景。大先，咱来看分段。第一段伫第5章1节到3节，为以色列唱一首哀歌。先知形容以色列是跋倒爬袂起来的受放杀少女，若亲像是还未嫁人就死去的少女，互人哀伤。因为伊的勇士出征，会当活转来，只有剩少数人若定。第二段伫第5章4节到15节，悔改才有活命。上主讲，着找求真神上主，毋通去找假神偶像。彼得利、结甲、别是巴，这个拢是古代宗教圣地，毋过现今沦落成做假神崇拜的要地。找求假神是无路用的招来灭亡，若是找求上主才会活。第6节，约瑟的家是咧指北国以色列。第8节，卯星甲参星，卯星是金牛宫7星，参星是拉户座，这个拢是古代亚述人所咧拜的星宿。若是先知讲，只有上主才是宇宙世界的创造主甲掌理者，连卯星、参星也拢是上主所创造。总是以色列人竟然毋听趁上主，怨恨正直的好人，欺负散赤人，做歹阁收贿赂，小动刀，巧人毋出声。所以上主要刑罚因，互因歹过日子。只有离开歹，追求好，上主才会互以色列所剩的子民得到活。第3段伫第5章16节到27节，16节到17节讲所有的广场甲街路，阁要伫
田园、葡萄园，逐所在拢听着有人伫唱惨啊惨啊的哀歌，因为因仰望上主的日临到，总是迄日是暗，毋是光，是因无法度逃闪审判的日，亲像闪避师煞搁拄着熊，才想讲入门较全，结果手犯着壁，煞互毒蛇咬着。因无法度逃闪上帝审判甲刑罚。上帝厌恶因的宗教节期、聚会甲献祭，爱因实行公平正直，亲像大水甲江河会流动川流不息。上主袂贪图以色列人的献祭，因为把因外邦的心灵偶像就受掠去到伫异邦外国的所在。第四段伫第二章1节到14节，以色列的毁灭。第二章第1节，锡安是南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，撒玛利亚山是指北以色列的首都，所以是咧指讲，无论是北国南国的人，拢惨啊！因不比外邦的教年、哈马也是加特城较强大，哪会想讲灾祸的日还诚远，还通安心享受唱歌床、甲提椅、食小香果甲牛肝仔的幼肉，啉酒唱歌，搁抹香油。当因快乐逍遥的日子要结束，上帝要将因交互对敌，死无去的人也假做已经死去。今日叫上帝知影，因还活无死，就受刑罚。以色列人虽然捌夸口家己的气力有偌尔啊大搁强，毋过上主要兴起一个国来攻击因，对北到南压制因。阿摩司书第5章到第6章对咱有啥物教示？第一咧讲，信仰是爱用心灵甲真诚敬拜真神上帝。阿摩司批判以色列人，因也敬拜真神，也服侍偶像神明。虽然因有外表诚敬虔的宗教礼仪，也有袂少的献祭甲礼物，毋过这拢是徒劳无功，也是得罪上帝的大罪。以色列人干焦会当敬拜、服侍、救赎因、保护因、照顾因独一的上帝，因袂当搁服侍其他的神明，也袂当一面拜上帝，另外一面搁去服侍其他的神明。最后所讲，无人会当服侍两个主人，伊若毋是怨恨即个，疼迄个，就是看重即个，看轻迄个。恁袂当同时服侍上帝，搁服侍钱财。信仰上帝，除了外表的敬虔，有来做礼拜、参加聚会、有热心奉献、祈祷、读圣经以外，搁较爱用心灵甲真诚来敬拜真神，对上帝真心真性、真力真意，爱专心来服侍上帝，这才是真实的信仰。第二，咧讲到着生活中爱实行公义甲仁爱，实行公义甲仁爱的真实生活。
伫规约圣经，无论伫摩西的律法册，也是士师记，甲遮个南北国历史册，以及先知书，因拢有一致的思想甲教示，就是信仰甲生活是分袂开，是合一一致的。上帝所要求的，就是爱因过着行公义、好人民、谦卑甲上帝相合行的社会生活。阿摩司书第5章24节，真要紧的经句讲，着互公平亲像大水长流，互公义亲像江河直直流。上帝痛恨贪官污吏，为了钱甲权，出卖人格甲灵魂，欺善惊恶，欺负剥削善车人等等遮个恶行行罪。上帝所爱的是良善、信忠、正义、公平、仁慈的社会生活。伫新约中，保罗的教示是爱结出圣神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欢喜、和平、忍耐、仁慈、良善、忠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若是雅各书第2章第17节，则讲，所以只有信心无有行为是死的。20节，无行为的信心是无路用。22节，可见信心甲伊的行为做伙运作，信心通过行为才完整。26节讲，身躯无气是死的，信心无行为嘛是死的。第3，伫遮咧讲到，离恶向善才有活命。世间的法则往往是强欺弱，用不义、不法、不仁的手段累积财富甲权势。历史亲像阿摩司书第5章13节讲，伫即款邪恶的时势，巧人拢恬恬毋讲话。无信上帝的人，因做歹向恶，检早还会当理解；毋过信主的人，若假使也做歹向恶，这就非常的可恶恶质，也会互上帝大声审判。阿摩司控诉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拜偶像、欺负家己善车的同胞，甲无权无势的人，直到上帝要大大审判刑罚敌因，互因国破家亡，要受掠去到外邦做奴隶贱民。诗篇37篇讲起义人甲罪人的结局，其中第1节到第4节教咱，毋通因为做歹人心内不平，毋通怨恨行为不义的人，因为因亲像草真紧就焦去，亲像青翠的花草捻去。着我靠上主来做好，踮伫即个土地安居乐业。着因为上主来欢喜，伊会满足你的心愿。咱人人生在世短短数十年，咱做正经的好人，才会受上主祝福。尤其基督徒，咱除了有今生，咱也有永生。永生是甲主同在伫天堂乐园，也是受主弃杀落伫地狱的。今生决定永生，愿咱今生信主，离恶向善，永生也得享天堂福气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的听，互阮伫读阿摩司书的中间，
阮知影上帝你爱阮离开一切会歹甲偶像来归向真神，也爱实行社会的公义甲良善。求主也帮赞，互阮对圣神得到快乐，也结出圣神的果子，互阮诚侪你所听，也是祝福即个世间世代的基督徒教会，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上帝行做盘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。愿伫教会，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。阿们。